讲道福音的分享者，咱请陈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组织伫你的圣殿，阮同心来敬拜你。你是阳光，你是活命，你是权能。阮伫敬拜你的时，愿主你的权能，你的大能力，就充满伫每一个软正的你的囝儿查某囝，用你喜乐的油来抹伫阮的心上，互阮忧伤的心来离开阮。至圣的主，求你甲阮同在。伫阮逐种的欠过顶悬，互阮因为主耶稣来得到满足；互阮伫主你的面前，也因为你的坚固，阮要诚侪手捧救恩的杯，将上帝你的祝福甲人同分享的教会。求天父上帝你甲阮中间充满这间教会，互阮的生命诚侪一个上帝你恩典的记号。阮静静伫你的面前来听你圣神的声。求主你将你的话变作开力，将你的话变作福音，将你的话变作实现的应允。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圣经对咱来讲真重要，因为这段圣经就是耶稣伊出来传福音，伊第一摆所读的圣经，伊也用这段以赛亚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来告别伊一生的使命。若要用咱一般伫教会内底，咱聚会中间，咱通安尼讲，今仔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1节，是耶稣伫教会上任伊的上任时。我阁讲一摆。耶稣用以赛亚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伊来表明伊开始领受上帝所予伊这个救世主弥赛亚的身份的时，伊用这段的圣经来对世间表明上帝的心意，嘛对世间人来表明伊的使命。所以，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咱应该爱深思这段话的重要，因为耶稣看见上帝伫700年前，伫以赛亚的中间，上帝就通过以赛亚讲：我怜悯迄个丧乡的人，我怜悯迄个来心破碎的人、忧伤忧闷的人，我怜悯迄个青迷的人，我怜悯迄个伫真多重担受捆绑、伊无法度自由的人。耶稣听见上帝的声，所以耶稣知影上帝的心愿。爱伊所有的囝儿平安、喜乐、佮永驻。所以，亲爱的姊妹，愿咱静静听圣神伫咱中间劝勉的话，因为这是耶稣伊真要紧，伊的弥赛亚伊的信仰的告别。既然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既然是自我认捌谦卑，愿意做耶稣的学生的人。咱拢应该亲像今仔日的圣经，特别是路加第4章第21节，伊讲：当恁已经听见，这话应验伫恁的耳孔中间。我阁讲一摆，恁已经听过我所读以赛亚这3节的圣经，这个应允、这个祝福、这个满足，就临到伫恁的人生的中间。愿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需要你，因为你所享受世间人的福音。今仔日就要通过这届的礼拜，我所听到的圣经，上帝你将这个圆满的祝福，就享受伫阮的家庭。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这张图是咧讲起耶稣当时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伊经过3摆的试探，伊得胜赢过魔鬼的引诱。伊进入耶路撒冷，伊带有上帝的能力甲权能，所以真侪犹太人半信半疑。但是因看到耶稣伫当时行真侪奇妙的事的时，伊进入这个礼拜堂的时，经阿师就摕一本真古老的圣经，
这本的圣经对犹太人来讲，耶稣迄个时代就是700年前的以赛亚所写起来，迄个以赛亚书。犹太人的这个经学书，就将这本的原作书卷，就交给耶稣。圣经记载讲，伊拍开了后，伊就经，伊就经以赛亚61章第1节到第3节。所以今仔日的新约旧约的圣经，其实就是讲这种的内容。但是，如果恁对你斟酌个读，你会发现，耶稣伊读有一部分真肯定读，但是有一句话伊无读，就是以赛亚61章第2节的第2段。今仔日牧师无够时间通解说迄段。伊讲耶和华咱的上帝是怜悯的，伊无凊彩报冤仇。迄个报冤仇伫耶稣的福音的中间，伊甲迄句话暂时保留。意思就是上帝怜悯人比伊的审判，上帝怜悯人比伊的报仇、行公义更较重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真做一个会晓听讲道、清楚听讲道的人。今仔日的圣经是路加记载。所以换一句话，路加当时2000年前，当耶稣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路加伊静静听，伊听到耶稣的讲道了后，伊对心中有真多的感动。当然，路加福音书毋是一摆的讲道，就是路加伊3年跟对耶稣逐篇的讲道，最后伊甲伊做结论。路加记载着第4章第18、19、21节。是记载耶稣伫礼拜堂圣殿头一摆的讲道，来用咱的信用、咱的教会习惯，咱要讲起。今仔这段圣经是耶稣的上任书，也即如果耶稣来到咱得堂教会，伊伫咱的困求的中间，成做咱的教会的头；伊若伫咱的中间，伊上任成做咱的救主。然后伊读这3句的圣经节，亲爱兄弟姊妹，那安尼这几句的圣经对得堂教会重要吗？当然真重要，因为伫这个中间，伊第一重要咧讲起，怂恿人、心内忧闷的、无自由的人、患病的人、目睭青迷的人，因要得到上帝对天人来所想事的福音。这叫做怂恿人的福音，这叫做青迷人的福音。青迷有2种，一种就是肉体的青迷，另外一种就是心灵的青迷。所以有人安尼解说讲，耶稣讲青迷的人要有福音，伊要看见。伊的意思就是，伫无受教育、伫无受真理、伫目睭青迷、心灵无智慧的人，上帝要开因的目睭。青迷人要得到看见，臭耳人要听见，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耶稣所讲的这个福音，记载伫路加也好，伫以赛亚也好，这个福音最要紧的讲起的，就是一个焦备、完全、无欠缺，一个圆满的祝福的福音。所以当耶稣读了这段圣经了，伊讲 fulfill in your hearing。伊的意思是讲，要成就伫恁会听讲道，英语甲伊翻译做 fulfill 就是讲成就、应验、充满、完全。耶稣就讲伫讲道的中间，当恁已经听到啊，既然上帝所讲应允的话，今仔日要应验，现在你相信吗？你相信逐摆你恭敬读圣经？你相信逐摆得到牧师教会的陪伴甲鼓励？你相信伫讲道的中间，上帝通过圣神对你所感动的迄种的感觉？你相信这个要成做你幸福的人生的开始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我深信，对今仔日开始，我毋是干那听；对今仔日开始，我毋是干那听讲道；对今仔日开始。每若听到上帝你圣经的话，拢要成做一个我得到祝福的开始。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
耶稣知影上帝的心，所以当人邀请伊伫教会来表明这个教会存在使命的时，伊第一个表明。当然，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每一个使徒因所听到的讲道、感动都无同款。但是路加是一个足特别的人，伊是一个医生，所以对人的身心灵的健康，伊特别敏感。所以当路加听到耶稣咧宣读以赛亚书的时，伊开始进入一种的默想，伊对这句话有真深的思考。伊忽然了解讲。我的老师耶稣，伊实在是一个明白上帝怜悯人的心。耶稣看见世间所有的软弱的人，所以今仔这段圣经不是讲福音和颂扬人，这段圣经应该讲起福音和这个世间所有的弱势的族群。耶稣讲这个话，最主要是要对教会讲。恁爱伫人的需要的顶端看到恁的使命，教会存在爱伫人的欠缺、伫人的软弱、伫人的需要的顶端看到教会存在的使命。因为今仔耶稣用以赛亚的话来对所有的群众来表明讲：今仔日我来到这个世间，上帝找我来，是要将700年前上帝所讲。上帝欢喜的年，就是噩梦的年，就是改变的生命的年。因为圣经咧讲上帝喜年，犹太人一听就了解。因为7个7年，就亲像伫约瑟中间讲有丰收的7年，有饥荒的7年。犹太人有7个7年，都749年。所以呢，土地买卖不是永远的，因为土地买卖大概就是上长49年，所以到第50年就是圣经旧约咧讲的喜年。喜年的中间所有为着因的欠缺所卖出去的土地，因卖家己的身份做奴隶，喜年临到，完全夫妇的所有一切债务拢形成。大家拢对头重新开始，也在迄年就是代表一个新生命，一个噩梦新的开始。耶稣用上帝的心读这段圣经，路加并无解说讲耶稣安怎解说。路加只有将2段的圣经给记做伙。今仔日咱咧听讲道嘛是安尼，牧师有解说圣经。但是圣心有会伫恁的心内底，亲自将讲无了的迄个弱势者的福音来甲咱讲，也即咱会当伫主的面前，咱出声甲主讨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牧师捌鼓励恁用一个足简单的一句话，当你艰苦无法度祈祷的时，简单讲，耶稣啊救我。简单讲。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愿主耶稣听咱的祈祷。今仔日咱所听到的这段圣经，要成做这间教会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耶稣讲，当恁已经听到上帝应验弥赛亚这个应允，今仔日读互恁听的这个人，不是曾牧师，是耶稣讲，今仔日读这段话互你听的，徛伫你面前这个耶稣，就是上帝赏赐恁的。弥赛亚，愿主耶稣来到咱的中间，做咱教会的头，咱的教会受伊来管理。所以今仔日的圣经最主要咧讲起上帝的怜悯，咧讲起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赏赐恩望。所以你若看以赛亚第61章第3节，伊讲伊要用喜乐的油来换悲哀。伊要用俄罗的衫来穿伫人的心就，互人无搁再烦恼。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应允放伫咱的中间，这就是喜年。每一个伫耶稣面前跟对伊的人，天天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人生就是一个应验上帝祝福的开始。咱对今仔日开始，咱开始用经验。
主要你所讲的讲道，主要你所讲的信息，对今仔日开始，每一句话拢实现伫我的人生的中间。愿主甲咱三合伫地。耶稣读这段圣经，最主要咧讲起，伫这个社会中间的弱势者。所听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是一个真有福气的教会，嘛是真特别的教会。因为伫起头上帝就定着，这间教会要有健康的人甲无健康的人做伙做礼拜。这间教会要有喜乐保育院的受照顾者，甲咱兄弟姊妹健康的人做伙做礼拜。这间教会要有第一代基督徒甲传统的基督徒做伙做礼拜。这间教会要有得当人甲环绕着上帝恩典的每一个进入这间礼拜堂的兄弟姊妹，也这你讲是毋是？愿天父上帝组织咱，毋是干那为着咱的要求甲需要。愿天父上帝兴起伊的圣心，使用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伫今仔这个时代，特别为着任何一个弱势者，咱对伊讲，上帝要将生命的改变，喜年赏赐互你。也这你愿意将这种的祝福讲互你身边的朋友听吗？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耶稣照上帝的教示，所以耶稣用上帝的话来讲，伊过来3年要做什么？路加听见，路加在咧想讲，我的老师培养我这阵12个门徒，伊想要建立一种什么种的教会？路加的教会是颂扬人的教会，路加的教会不是用耶路撒冷做中心。时间无够个真长，亲像咧查经，牧师一句一句甲恁讲。但是路加看到耶稣怎样辛苦生活伫罗马帝国，这种的帝国主义的下面，阁有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所以这基督徒受到犹太人甲罗马帝国的糟蹋。但是路加看见耶稣是一个不妥协。虽然罗马帝国很盛大、很强大，但是耶稣讲一项：上帝国的福音临到了。所以耶稣用上帝的国甲权能改变罗马这个国家。所以路加嘛邀请伊所有兄弟姊妹讲：咱虽然是软弱，但是主耶稣已经将这个上帝国放在咱的手中。对今仔日开始，咱爱用上帝的话来改变罗马这个国家。2000年后，咱信耶稣基督的人，咱听到路加甲耶稣所讲，咱要伫今仔日这个破碎的时代，传拯救的福音，因咱身边中间有人，伊需要咱的陪伴。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所以有人讲，路加福音所讲的教会，路加福音所讲的教会，就是中这句话：教会是上帝国的记号。所以咱台湾基督教教会将路加福音这种的想法，改变做教会就是上帝恩望的记号。但是最后我要用咱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恁若倒去，恁惊讲无抄着笔记，恁倒去看这句。伫咱的周报中间。咱中这个所在就是咧讲起，咱的台湾基督教教会想要成做什么种的教会？伊讲通过听甲受苦，成做恩望的记号。好，兄弟姊妹，眼光看过来，不要看周报。迄个对了，恁才慢慢来看，因为有真侪话爱慢慢修，毋是敢若听一摆讲道，恁就将迄个真正信仰的观念建立伫你心内。但是路加讲起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就是伫一个黑暗的世代，成做一个上帝国的记号。所以耶稣讲，上帝国已经临到。开始虽然还未完全，但是自从耶稣来了后，竟然信伊的人，拢要生活伫天国。所以咱这信主的人，毋是将来上天堂，咱这信主的人，开始伫咱的心内。就有一个神圣的空间，允许耶稣基督。对今仔日开始，咱的想法内底，就是耶稣的想法，
就上帝的话，咱就开始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的学生。愿主甲咱三合伫地，耶稣传天国的福音最重要，就是要互这个世间真侪新的国家、新的文化、新的民族、新的社会。耶稣无搁再搁用犹太人做上帝唯一的选民，所以耶稣讲，对今仔日开始，上帝的百姓是万国万族。对犹太人到普天下，对主人统治者到奴才，所有的人拢要成做上帝救赎的人。所以听兄弟姊妹，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团契。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军队者，所以伫信仰中，有一个真严肃的话讲，咱就是弥赛亚的团契。这是一个真思想性的名词，无容易了解。较简单来讲，就是讲，咱若对耶稣，咱就要亲像耶稣；咱若是对耶稣，咱就要得到耶稣的能力、荣耀甲尊贵权柄。耶稣我都救人对死个活，咱嘛我都互青命得到看见，咱嘛我都互伊个欠过送养的人，伊个生命得到保障。今仔来到上帝的面前，做礼拜听圣经的人，咱的心思意念要有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思想、新的生命。愿天父上帝造就咱，每一礼拜伫礼拜中间，咱拢听到一句改变咱生命的话。每一摆你恭敬拍开圣经咧灵修的时，上帝赏赐极其宝贝智慧，互你慢慢对愚公成做聪明智慧的人。这个世间所有的话，无搁再欺骗咱；这个世间所有的陷阱，拢袂通搁再伤害咱。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我用英语是因为伊有一个真特别的解说。伫路加福音第4章21节，伊最后讲：当恁已经听见，这个话已经应验伫恁的听讲道。最后，迄个第21节，伊讲应验伫恁所听见的，因为耶稣拍开圣经读了后，耶稣甲伊合起来，伊讲：当恁已经听见啊。700年前的英文，今仔日我合起来的时候，这个代志就成就。意思，我就是迄个带来祝福的上帝的奴仆。英语讲 fulfill， 伊用过去式，但是这句话伫耶稣的本意的中间，不是听了就煞，伊的意思叫做 ongoing， 就是讲继续。你今仔日听到讲道是你的生命开始，但是你要不断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充满，咱要不断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保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兄弟姊妹，恁的家庭对今仔日开始，一个是极其受祝福、生命人生的旅程。上帝要不断将伊的应允的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充满、充满，搁再充满。伫咱的人生，愿主甲咱三合伫地。耶稣知影伊的使命，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智慧。咱无一个人亲像耶稣出世就知影咱要做甚物，所以咱一直咧找，一直咧找。伫细汉读册时咧问讲，我将来要读倒一个科，我将来要行倒一条路，我将来到底会当做甚物？人生拢一直咧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对细汉就开始咧问讲，主啊，你爱我将来才做心中的人。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我对心中真羡慕。我讲上帝，一个世间无有一个人亲像我的主耶稣基督，伊遐尼清楚知影，伊来到这个世间是要做甚物。所以当人邀请伊伫礼拜中间读圣经的时，伊足清楚地对圣经的话中间来讲出来伊的人生的使命。但兄弟姊妹，我讲这段话，不是要互咱屈准。我讲这段话，最主要是要邀请咱祈祷。无论过去，无论今摆，咱是不是对咱家己人生的使命有清楚？但是兄弟姊妹，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
耶稣讲：“我就是这个世间的光，既然点伫我内面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的中间。”意思就是耶稣要互咱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生命中间，伊的计划使命。我要鼓励在座的少年人，恁若愈早找到恁人生的标杆，恁就有愈长的时间去行这条路。恁若伫16岁找到，恁若活96岁，你就要阁有70岁、80岁，会当好好去完成上帝伫你16岁之前甲你定定的生命的方向。所以对恁来讲真重要。牧师讲一句较无客气的话，恁的爸爸妈妈可能嘛无才调，甲恁讲恁将来真正正确上帝所安排的目标甲道路。也即恁莫讲牧师，你看紧阮。兄弟姊妹，一个要真正了解上帝伫咱人生中间计划的人，是何等有福气。所以古早人讲朝闻道，适可思议。意思是讲，今日我若听到一个真正重要的道理，我实眼明目。兄弟姊妹，咱的人生需要上帝所赏赐福音的信息，所以知影家己的使命是一个真重要的智慧。这毋是咱家己有的。上我伫过一年的妈妈伊的告别式，我讲幸福的人生有3项，其实一年迄是咱查经中间，牧师是无爱搁伫迄个中间讲。圣经伊原本所讲的遐个话，会有大摩尼啊，会有罗基啊，我无爱甲恁卖弄即种的圣经的话。伊讲一个人有好的灵魂，一个人有好的心思意念，搁较要紧。福气是上帝赏赐的，千算万算难是上帝。你搁有搁较好的灵魂，你搁较好的心思意念，拢无完全，因为主讲。主耶稣讲：“我要报告，我要宣扬上帝欢喜世间人的年。”这就是保罗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喜年的意思就是上帝为着咱人生中间伊所有备的，伊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想象袂到。兄弟姊妹，咱何等的福气！咱有这种福气，会当坐伫上帝的圣殿，咱有健康的身躯，咱有何等的福气，咱有这样水的礼拜堂。兄弟姊妹，无一定你感觉真水，但是我感觉这间可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算排伫头前介水的。我顶个月去双连教会做礼拜，我就感觉咱教会比双连教会更较有气氛。咱咧做礼拜的时阵，各会当看遐树木青翠，双连教会入面关伫迄个胶囊内底。虽然你是台湾基督教上大间的教会，歹势你今仔直播我就足烦恼，讲直播有当时会去听到咱的教会做礼拜的秘密。这毋是咧看见任何一间教会，兄弟姊妹，咱是幸福的人。上帝无因为咱是庄稼送向世间，今仔咱已经无送向啊！因为上帝丰盛踮伫咱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伊的内底知影耶稣伫今仔圣经中间，伊讲到3项的信仰的功课。第一，伊讲到基督徒需要关心社会的问题。因为耶稣所讲的，这社会5种人的问题，弱势者，伊的意思就是唤起伊所有学生爱关心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了后，要有4种真特别的记号，就是上帝的怜悯要充满伫迄个软弱的人，就是上帝的公义要充满伫迄个教会，上帝的和諧平安社乐要充伫迄中间。更较要紧，既然甲上帝同行的人。因为心灵要自由自在，无丧凶的欠缺，无埋怨的吐气，无对人生中间的遗憾。因为上帝要将伊的丰盛的画面放伫咱的内底，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伫旧约，
因拢用一个名来代表福音，叫做上帝欢喜人的年，上帝喜年，50年才一摆。但对今仔日开始，对主耶稣开始，逐年拢喜年，何等的福气！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真侪喜年的记号。咱伫伊的面前，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所以今仔日第二个祈祷，牧师要邀请咱同心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的教会过2年要庆祝90周年，有啥人庆祝？咱过2年，咱的教会要满90年；过12年，咱的教会要满100年。恁敢会记牧师甲恁邀请讲，伫咱的教会说到100周年的时，我要甲恁做大大欢喜做庆祝，有无？我毋望我会当健康啊！但是可还要紧，100年若到，咱有啥物通捧出来？甲咱的厝边讲，这100年中间，上帝互阮的就是遮尔100分的祝福，丰盛的祝福。听来天父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咱听今仔日圣经的话，耶稣讲，伊读以赛亚书61章第3节、第2节、第3节，伊讲报告上帝欢喜人的年。路加福音第4章就来在上尾啊，这句话讲，今仔日这段圣经已经应验恁所听的道理。今仔日的这段圣经的记载已经应验恁所听的道理。这有2个牧师想要甲恁分享的祈祷。第一，每一摆听讲道，拢爱互上帝的讲道改变咱的生命；第二，互这个讲道继续伫恁的生命中间不断产生祝福。意思就是对即摆到将来，对即摆开始永远无停止。这个应验这个字会当翻译做充满，应验这个字会当翻译做充满。所以英语的圣经才甲伊翻译做 fulfill。fulfill 意思就是讲一块空空的杯啊，我甲伊填好满，无论是填咖啡，无论是填这个柠檬红茶，什么种的物件，那是上帝稳定的祝福，我就甲伊填好满。耶稣讲，当恁已经听见，上帝喜年要大大充满你。意思，今日听上帝讲道的人，咱的生命要得到充满。兄弟，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咱的生命要有新的价值，要有新的稳定、新的能力。所以保罗讲，今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真侪新创造，旧的代志拢真过去。这是牧师邀请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咱伸出双手。咱等下通过圣餐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需要你。但一个恁若捧着这个圣餐的杯，你甲主耶稣感谢讲：主耶稣，通过这个圣餐的杯，你互我丰盛满足的生命。如果兄弟恁还要未洗礼，你也未当捧着这个圣餐的杯，请你莫不准。有一日，当你知影耶稣是什么，有一日当你明白为什么要守圣餐，你就得着。若无，咱即摆用心伫主的面前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无论我有领圣餐无领圣餐，主你互我福杯满溢的生命，主你互我福杯满溢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耶稣基督，你讲你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耶稣我相信，我要恳求你，将这个丰盛的活命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囡仔，我代代无尽，互阮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互阮一代得到祝福，到代代拢无尽。所以，伫你的面前，嘛恳求主你怜悯帮助阮。互阮伫你的面前，诚侪你稳定的记号。亲像阮的教会信仰告别讲，
通过听甲受苦，成做台湾人愿望的记号。这是阮心所愿，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